我後邊咧有一啲舊嘅屋，喺我右手邊咧有啲新嘅屋。咁樣新嘅屋咧，梗係有啲人一路會搬入去住啦。咁樣如果有啲教友佢搬入去新屋嗰度住咧，咁咧佢就會喜歡揾神父咧嚟到幫佢哋聖屋嘅。嗱，咁可能咧咁樣你屋企咧都試過聖屋噶啦。嗱，不過咧聖屋我哋要知道聖屋嘅意思，點解要聖屋？嗱，好多人以為聖屋咧就係揾神父嚟聖屋灑個聖水之後咧，就一家人咧住得安安樂樂、舒舒服服。嗱，其實咧呢一個唔係主要我哋聖屋嘅意義。嗱，點解我哋要揾神父聖屋咧？揾神父聖屋就係表示話一家人我哋願意按照天主嘅説話，按照聖經嘅説話而去生活，呢個就係聖屋嘅意思。嗱，一家人去揾神父嚟聖屋，就係一家人每一次聖屋嘅時候，就係再一次喺天主面前嘅一個承諾。一家人再一次祈禱，願意承諾去祈禱，求天主咧使到我哋能夠以聖經嘅説話，以天主嘅説話做我哋嘅生活嘅中心同埋指引。嗱，其實咧呢一個咧，正好係我哋一個最大嘅祝福，唔係因為神父嚟灑個聖水，而係咧我哋嘅祝福咧就在於一家人願意彼此相愛，一家人願意按照聖經嘅説話，按照天主嘅説話而去生活。其實咧，我哋嗰陣時咧就正係彼此祝福。所以聖屋咧就唔係淨係叫神父嚟，可能得阿媽喺度，或者得阿婆喺度咁樣叫神父嚟聖屋。聖屋咧最有意思嘅就係一家人喺度，全家人都喺度。所以咧，你揾神父嚟聖屋咧，最好咧揾你最多人喺屋企嘅時間，爸爸媽媽、仔女、兄弟姊妹，一家人咧全部喺晒度。我哋再一次咧喺天主面前一齊祈禱，一齊承諾，願意按照天主嘅説話咧嚟到去彼此相愛。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咧，其實咧為呢個家庭咧已經係一個最大嘅祝福。咁樣神父為我哋灑聖水，其實咧每一次灑聖水咧，就係讓我哋記起我哋都曾經藉住呢啲水嚟到去接受洗禮，想起我哋點樣做一個相稱嘅基督徒，特別喺家庭裏邊以愛心咧去彼此去互相對待。